免不在，咱们个客栈方面话，朋友们都是弄客栈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。大面里面能带蚵仔，大面里面能带蚵仔，蚵仔。你不就行眼听到你飞面咯？你不就行眼听到听懂你飞面。咯，听懂。大面里面能带蚵仔，宁波就行也听懂你飞面咯。大面里面能带蚵仔那时，你不就行眼听懂你飞面，仙人就是在天堂里的神仙，飞面仙人。大面里面能带蚵仔，你不就行眼听懂你飞面咯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